Hello， 大家好。唔知大家最近去出街食飯，有冇一種好似貼錢買難受嘅感覺呢？行入一間餐廳，明明自己係俾錢幫襯嗰個，但係由入門口開始，迎面而來嘅唔係歡迎光臨，而係快黑過鑊底嘅面。坐低未睇清楚個餐牌，侍應已經喺側邊催你落單，好似阻住佢收工咁。急急忙忙食完，諗住坐多2分鐘消化下，點知個吉碟啱啱低，侍應隻手已經伸過來，快手快腳收走晒啲碗碟，順便放低張單，個眼神好似直情想用死光射走你咁，眼神入面寫滿咗食飽就快啲扯，後面大把人排緊隊。更令人生氣嘅係，去到埋單嗰陣，一睇張單，除咗原本寫明嘅價錢，仲無端端多咗啲咩前菜費、茶芥費、醬油費，甚至連個外賣盒都要收你幾蚊，加埋個強制性嘅所謂加一服務費，但係成晚根本完全冇享受過一切服務。呢種情況，相信大家呢1-2年聽得最多，甚至自己都親身經歷過無數次。難怪身邊愈來愈多朋友，一到星期5、6日，就寧願成班人一齊搭高鐵北上深圳，或者買張機票飛去日本、泰國。大家都話留喺香港消費好似變咗做冤大頭。於是乎，網上排山倒海都係唱衰嘅聲浪，個個都話香港餐飲業今次真係玩完啦，冇得救啦。但係香港嘅餐飲業真係行到去絕路，完全冇翻身嘅機會咩？今日本想同大家一齊深度剖析呢個傳承熱話，帶大家睇清呢個困局背後嘅真相，同時去發掘一啲默默耕耘、拒絕隨波逐流嘅隱世名店，睇下佢哋點樣憑藉住最珍貴嘅2大招數，喺呢個經濟寒冬入面成功打靚場翻身仗。講到香港餐飲業現時嘅困局，真係唔可以淨係怪消費者貪新鮮北上，我哋要客觀啲、切實啲去睇下成個大環境嘅變遷。自從踏入2023年、2024年，甚至去到而家2026年，成個香港嘅零售同餐飲市場都面臨緊一個前所未有嘅大洗牌。以前香港被譽為美食天堂，不論係高檔嘅米芝蓮餐廳，定係街頭巷尾嘅茶餐廳、大排檔，都吸引住來自世界各地同埋本地嘅饕客。但係呢2-3年，大家會發現街上多咗好多執笠頂讓嘅告示，好多開咗20-30年，甚至40-50年嘅老字號都紛紛宣布結業。好多人會將呢個責任推俾本地人北上消費，或者話旅客消費模式變咗，唔再好似以前咁爆買爆食。冇錯，呢啲確實係外在因素，但係最根本、最核心嘅問題，其實係出喺我哋香港餐飲業本身長久以來累積落嚟嘅弊病，同埋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嘅深層次矛盾。最先要講嘅，必然係香港嘅租金問題。香港嘅地產市道雖然呢幾年有調整，但係對於好多小商戶來講，商鋪嘅租金依然係一筆天文數字。一個老細開一間鋪頭，每個月賺返嚟嘅錢，可能有1大半，甚至高達2/3都係直接進貢俾地產商或者大業主。當租金成本居高不下嘅時候，餐廳唯有喺其他地方慳得就慳。第一個被犧牲嘅，往往就係食材嘅質素，以及員工嘅薪酬福利。因為人工俾得唔夠，或者工作強度太大，導致餐飲業長期出現人手短缺嘅現象。一個原本需要4個人負責嘅樓面，而家可能得返2個人頂住。試諗下，一個侍應由朝到晚做足10幾個鐘，腳都行到跛，仲要一個人照顧10幾張台嘅客，佢點可能仲維持到親切嘅笑容？佢嘅體力同精神一早已經透支晒，結果展現出來嘅就係大家見到嘅黑面、唔耐煩。當呢種黑面同趕客嘅文化變成常態，消費者嘅忍耐力自然會達到臨界點。以前經濟好嘅時候，大家可能覺得算啦，香港節奏快，食茶餐廳就係求速度，唔使講究咩服務態度。但係而家時代唔同咗，大環境經濟放緩，市民人工增長追唔上通脹，每個人使錢都變得愈來愈謹慎。當大家賺錢艱難嘅時候，出外食飯就唔再單純係為咗填飽個肚，而係想尋求一種放鬆、一種享受，或者係一種生活上嘅慰藉。
如果市民用自己辛苦賺返嚟嘅血汗錢，換返嚟嘅係被侍應白眼、被老闆催促，仲要食啲質素平平、粗製濫造嘅食物，咁邊個還會願意留喺度消費？大家自然會選擇用腳投票。再加上近年香港餐飲業最令人詬病嘅問題，就係層出不窮嘅隱藏收費。呢個問題可以話係直接推走顧客嘅最後一根稻草。好多餐廳為咗喺表面上維持一個望落去好吸引、好平民嘅價錢，將餐牌上嘅定價寫得好低，但係當你一坐低或者埋單嘅時候，先發現周圍都係陷阱。例如你一坐低，侍應就自動遞上2碟花生、1壺茶，你以為係免費招待，點知埋單先知花生要收30蚊，茶芥每位又要收20蚊。又或者餐牌上寫住個小菜88蚊，諗住好划算，點知結賬時話要強制加1，仲要計埋一啲莫名其妙嘅前菜費。更誇張嘅係，有啲鋪頭連叫杯水都要收錢，或者外賣包裝紙袋都要分開逐個收費。這種做法喺消費者眼中唔單止係唔老實，更加係一種欺騙同剝削。大家會覺得呢啲餐廳唔係打開門做生意，而係想盡一切辦法，用盡各種手段去榨乾顧客袋入面嘅最後1分1毫。對比之下，深圳或者內地其他城市嘅餐飲業近年嘅進步真係有目共睹。人哋不單止空間寬敞、裝修新穎，最重要嘅係人哋將服務意識做到極致。去到人哋嘅餐廳，侍應會客客氣氣，有求必應。餐牌上寫幾多錢就係幾多錢，絕對唔會有任何隱藏收費，甚至好多時仲有免費嘅小食、生果提供，連醬油茶水都係自助免費。加上人哋善用科技，用手機點餐、埋單，流程清清楚楚，完全唔會有任何爭拗。當香港人發現自己只需要搭半個鐘車上去深圳消費，就可以用1/3甚至1/4嘅價錢，享受到高出幾倍嘅食物質素同服務水平嘅時候，成個消費群體嘅北上就變成一個不可逆轉嘅大趨勢。面對咁嚴峻嘅挑戰，香港餐飲業係咪真係冇得搞，只能夠坐以待斃？事實又未必，因為喺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我哋依然可以看到有一批隱世名店或者一啲有心嘅小店，佢哋喺呢個艱難嘅時期，不但無執笠，反而生意越做越旺，日日大排長龍。佢哋成功嘅秘密，其實並不是靠咩驚天動地嘅大橋段，亦唔係靠瘋狂砸錢做廣告，而係回歸到做餐飲最基本、最核心嘅2個字，那就係真誠與質素。具體來講，佢哋就係憑藉住2大招數，成功喺逆境中打靚場翻身仗。呢2大招數，第一招就係徹底拒絕黑面趕客，用真正有溫度嘅人情味去留住客人嘅心。第二招就係明碼實時，拒絕所有隱藏收費，用最高嘅性價比同誠信去重建消費者嘅信心。我哋先嚟講講第一招，點樣用人情味同溫度的服務去扭轉乾坤。大家要知道，香港雖然係一個節奏好快、好功利嘅城市，但係香港人其實係一個非常重情重義、好講集體回憶同人情味嘅群體。好多時，我哋去一間鋪頭幫襯，食嘅唔單止係味道，仲有一份熟悉感同歸屬感。那些能夠逆勢而上嘅隱世名店，佢哋嘅老細同員工，絕對唔會將客人當成係一件件冷冰冰行路嘅銀包。相反，佢哋會將每一位入來嘅街坊、客人都當成係朋友，甚至係屋企人。我有個好深刻嘅體驗，係關於九龍城一間開咗好多年嘅隱世潮州打冷小店。呢間鋪頭嘅位置其實好偏僻，唔係喺地鐵站出口附近，平時條街根本冇乜人流。但係如果你喺夜晚7點、8點行過去，就會發現門口坐滿晒等位嘅人。呢間店到底有咩魔力？首先，你一來到，老細就會好熱情咁同你打招呼。佢未必記得你個名，但係佢一見到你就會話：好耐冇見波喎，今晚想食啲咩？佢那個笑容係由心而發嘅，絕對唔係那種皮笑肉不笑、公事公辦嘅職業笑容。入到鋪頭，雖然地方好細，台與台之間好逼，但係裏面的氣氛係好融洽。最重要嘅係，
呢度嘅侍應絕對唔會趕客。好多餐廳一見你食完最後一啖飯，就即刻過來收碟，甚至將埋單放低。呢種做法會令到客人壓力好大。但係呢間小店唔會，佢哋會等客慢慢傾，慢慢飲。有一次我同朋友去食完之後，我哋喺度傾偈傾咗成半個鐘，中間我哋冇再加單。如果換作係其他熱門餐廳，一早已經被侍應黑面或者用說話屈你。但係呢度嘅姐姐不但冇黑面，反而仲主動過來幫我哋加咗2次熱茶，仲笑迷迷淡話慢慢坐，慢慢傾，唔好急。就是呢一個小小嘅舉動，呢一種完全冇壓力嘅用餐環境，令到我同朋友覺得好舒服，好受尊重。我哋當下就決定，以後只要想聚會、想食打冷，就一定會再幫襯呢間店。呢種拒絕黑面趕客嘅文化，背後其實係一種長遠嘅商業智慧。好多短視嘅老細會覺得翻台率先係一切，一塊台如果一晚可以做5輪生意，一定賺得多過做3輪。但係佢哋忘記咗，餐飲業係一個需要建立回頭客嘅行業。你今晚用趕客嘅方式做到5輪生意，可能嗰5輪嘅客人都覺得被冒犯、被得罪，以後再都唔會前來。結果你間鋪頭嘅名聲愈來愈臭，最後連3輪生意都做唔到。而那些願意讓客人留低慢慢享受嘅小店，雖然表面上犧牲咗少少翻台率，但係佢哋賺到嘅係顧客嘅忠誠度。當一個客對一間餐廳產生咗感情，佢不單止自己會無數次重複光顧，仲會主動介紹俾身邊嘅親朋戚友，甚至會喺社交媒體上免費幫鋪頭做宣傳。這種口碑嘅力量，係你用幾多錢做廣告都買唔到。而且要做到唔黑面、唔趕客，老細對員工嘅管理同關懷亦係不可或缺。那些成功翻身嘅隱世名店，往往都有一個好體恤員工嘅老闆。佢哋明白，只有當員工做得開心、收入穩定、勞動強度合理嘅時候，員工先會有好嘅心情去面對客人。有啲餐廳老細會主動減少1-2張台，寧願拉闊啲空間，讓員工做起事來冇咁辛苦，亦讓客人坐得舒服啲。同時，佢哋會建立合理嘅獎勵機制，如果當晚生意好，會直接分花紅俾樓面嘅員工。當員工覺得自己嘅付出得到回報，自己嘅辛勞得到尊重，佢哋自然會將呢份正能量轉化為親切、主動嘅服務，帶俾每一位顧客。這就形成咗一個良性循環，鋪頭嘅生意自然會蒸蒸日上。跟住，我哋要講第2大招數，那就係明碼實時，徹底拒絕隱藏收費。呢一招喺現時信任崩潰嘅香港餐飲市場入面，簡直就係一劑強心針。大家想象下，當消費者被全城無處不在嘅前菜費、茶芥費、加一服務費搞到杯弓蛇影、滿腹怨氣嘅時候，突然間有一間餐廳，佢嘅餐牌上清清楚楚寫住，所有定價已經包含所有費用，無加一、無茶芥、無任何隱藏收費，叫一碗麵45塊錢，埋單就真係俾45塊錢。你作為消費者行入呢間鋪頭嘅時候，係咪會頓時覺得好放心、好有安全感？近年喺旺角同深水埗就有幾間專做平民西餐同埋新派亞洲菜嘅小店，就係靠呢一招成功突圍。呢幾間鋪頭嘅老細好年輕，佢哋本身就係行船出身，或者係出外留過學，好明白新一代消費者嘅心理。佢哋喺開鋪之初就立下咗一條鐵律，那就是絕對不搞任何灰色地帶嘅收費。佢哋嘅餐牌設計得非常直觀，每個餐包含啲咩，唔包含啲咩，寫得一清二楚。例如你想升級做特飲，餐牌上就寫明加12蚊，絕對唔會喺埋單時先同你講，原來某種特飲要額外再加收醬料費。更重要嘅係，佢哋將免加一作為一間店嘅核心賣點。在香港，大家其實好明白，所謂嘅加一服務費，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係直接入咗老闆嘅袋，並不是真正作為小費分給前線嘅服務員。而當一間餐廳提供嘅服務差到極點，甚至要客人自己用手機點餐，自己去執餐具，埋單依然要硬性收取加一嘅時候，
呢種收費就變成了一種變相嘅加價，讓人覺得好不誠實。呢幾間隱世名店反其道而行之，主動放棄加一服務費，老細將呢部分嘅成本直接轉化為更透明嘅定價。當顧客發現喺呢度食飯，所有嘢都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唔使驚埋單時會出現驚喜嘅時候，那種信任感就建立起來。誠信喺今時今日嘅商業社會係一種極之稀缺、極之昂貴嘅資產。當一間餐廳願意將誠信擺喺第一位，顧客就會覺得呢個老細係個老實人，佢係真心想做生意，而唔係想掠水。這種踏實嘅感覺會讓消費者食得特別安心、特別高興。而且明碼實示，拒絕隱藏收費，往往需要強大嘅成本控制能力同埋管理智慧去支持。有啲人會問，如果唔收加一，唔收茶芥，餐廳嘅利潤會不會大打折扣，甚至維持唔到營運？那些成功嘅隱世名店，佢哋嘅做法係透過優化內部流程、精簡不必要嘅餐牌結構，以及同供應商建立長期穩定嘅合作關係，來降低原材料嘅採購成本。佢哋唔會將心思擺喺點樣喺客人身上榨取幾塊錢嘅小便宜，而是擺喺點樣提升廚房嘅效率，點樣減少食材嘅浪費上。例如，有間好受歡迎嘅居酒屋，佢哋嘅餐牌款式唔多，一共就得20-30道菜，但係每一道菜都係佢哋嘅招牌，銷量極高。因為菜式集中，佢哋可以大批量向供應商訂購特定嘅食材，從而拿到一個好靚嘅批發價。同時，因為廚房師傅每天都重複製作呢幾道菜，熟能生巧，出菜速度極快，食物嘅質素亦能夠保持高度穩定。咁樣一來，雖然佢哋不收加一，不收任何雜費，但係因為翻台率穩定，食材損耗極低，整體嘅利潤率反而比那些搞小動作、算計客人的餐廳還要高，還要健康。當我哋將呢兩大招數結合埋一齊睇，就會發現呢些隱世名店成功嘅核心邏輯，其實就是4個字：回歸本源。餐飲業本質上就係服務業，係一個充滿人情味，需要人與人之間正面互動嘅行業。當前幾年市道好、自由行暢旺嘅時候，香港好多餐廳被源源不絕嘅客流沖昏咗頭腦。佢哋覺得反正開門就有客，做得好唔好都有人幫襯，於是乎開始追求極致嘅效率，放棄咗服務，甚至用各種手段去增加短期的利潤。佢哋忘記咗餐飲業嘅根基係建立在每一位食客嘅滿意度同信任度之上。而家當外在嘅泡沫破滅，經濟環境轉差，消費者變得更加聰明、更加挑剔嘅時候，那些過去靠着市道好、靠着位置便利而渾水摸魚嘅餐廳，自然就會被市場無情咁淘汰。而那些始終堅守初心，或者能夠及時醒覺、痛改前非，努力做好食物質素，提供溫暖服務，堅持誠實誠信嘅隱世名店，就成為咗這個新時代入面嘅勝利者。所以反到我哋一開始那個問題，香港餐飲業真係玩完啦咩？答案顯然是否定。香港餐飲業冇玩完，玩完嘅只係那些拒絕改變、態度惡劣、收費不透明、企圖繼續用舊有一套去對待消費者的黑店。相反，對於那些有誠意、有實力、願意順應時代轉變而提升自己嘅餐廳來講，現在反而是一個大好嘅機會。因為市場正在幫佢哋清走那些劣質嘅競爭對手，讓真正好嘅鋪頭可以散發出應有嘅光芒。作為普通消費者，我哋其實由始至終都好想支持本地經濟，好想留喺香港消費。畢竟呢度係我哋生活嘅地方，有我哋由細食到大嘅味道。只要香港嘅餐廳願意放下高高在上嘅身段，多一份包容與笑容，少一份黑面與催促，多一份真誠與透明，少一份算計與隱藏收費，我相信香港人絕對願意留港消費，重新走入街頭巷尾嘅鋪頭。香港美食天堂嘅美譽亦絕對不會就此消失，而是會喺經歷呢次大洗牌之後，以一個更加健康、更加具備韌性嘅姿態，重新散發出耀眼嘅光彩。咁多位街坊，你哋平時去飲茶，最鍾意叫啲咩點心？
係熱辣辣一咬開就流汁嘅蝦餃，定係蒸到啱啱好軟腍腍嘅豉汁排骨？不過今時今日喺大灣區飲茶，你眼前呢籠熱騰騰賣相靚絕嘅點心，好可能唔係點心師傅喺廚房即包即蒸嘅心血，而係一包喺冰箱入面雪咗成2-3年甚至更耐嘅薑絲預製菜。你以為自己去飲茶係享受緊一盅兩件嘅傳統風味，但其實你可能只係塞緊一堆由化學元素表拼湊出嚟嘅急凍高科技產物落肚。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覺得預製菜周街都有啦，茶餐廳、連鎖快餐店用預製菜一早已經係公開嘅秘密，有咩好大驚小怪？但你知唔知，依家市面上泛濫緊嘅薑絲點心，恐怖程度已經遠遠超出咗一般人嘅想象。呢啲點心嘅保質期長到嚇死人，背後涉及嘅利益鏈同埋添加劑黑幕，更加係令人不寒而慄。正正因為呢個亂象已經到咗失控嘅邊緣，廣州最近終於頂唔順，正式出台咗份針對預製菜嘅全新法規，話要嚴厲嚴打呢啲薑絲預製菜同埋黑心作坊。呢個新規定一出，即刻喺整個大灣區嘅飲食界引爆咗一場大地震。今日我就同大家直擊呢場大灣區薑絲點心嘅背後黑幕，話俾大家聽點解我哋飲茶會變成食化學元素表，而最緊要嘅係，作為消費者嘅我哋，點樣用內行人嘅3招絕技，一眼分出邊啲係新鮮包裝，邊啲係放咗幾年嘅化學薑絲貨。講起飲茶，呢個絕對係我哋嶺南飲食文化嘅靈魂。由上個世紀，即係1980年代、1990年代開始，甚至再推前到清朝末年，去茶樓一盅兩件，吹水睇報紙，已經係好多人每日不可或缺嘅生活習慣。一個好嘅點心師傅，要經過好多年嘅學徒生涯，由麵粉、調配蝦餃餡，到控制蒸籠嘅火候，每一步都講求功力同經驗。以前我哋去飲茶，等個點心等得耐少少，大家都唔會介意，因為知道慢工出細活，新鮮蒸出嚟嘅點心，個口感絕對係呃唔到人。但唔知由幾時開始，大家有冇發現，依家去好多新式茶樓或者大灣區一啲大型連鎖餐飲店，你前腳啱啱用手機掃碼點完餐，後腳唔使5分鐘，4-5籠點心就已經齊刷刷咁擺滿咗成張台。無論係燒賣、鳳爪、排骨定係牛肉球，速度快到好似坐咗火箭咁。更離奇嘅係，無論你係星期一去定係星期日去，無論你係朝早7點去定係下晝2點去，呢間鋪頭嘅點心味道、大細、形狀，甚至連上面粒蟹子擺嘅位置，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樣，精準到好似工廠流水線複製出嚟咁。冇錯，你冇猜錯，呢啲其實全部都係預製菜。如果只係普通嘅急凍點心，可能大家都仲可以勉強接受，畢竟現代社會講求高效率、成本控制。但依家問題嘅核心在於，呢啲預製點心已經變質成為薑絲點心。咩叫薑絲點心？顧名思義，就是呢啲點心喺工廠生產出嚟之後，經過極端嘅防腐處理同埋超低溫冷凍，儲存咗一段長到不合常理嘅時間。有一啲黑心批發商為咗囤積居奇或者低價清貨，甚至會將一啲已經放咗2年、3年甚至更耐嘅急凍點心，偷偷地改咗個生產日期標籤，再源源不絕咁運去各大酒樓餐廳。當呢啲放咗幾百日、上千日嘅點心被送入廚房，廚師甚至唔需要開火做，只需要用個強力微波爐或者高效蒸箱，短短幾分鐘之內，呢啲薑絲就會瞬間復活，變得白白淨淨、熱氣騰騰咁端到你面前。你以為你食緊嘅係點心師傅嘅手藝，但其實你食緊嘅係科技與狠活嘅結晶。點解呢啲點心可以擺咁耐而唔腐爛、唔變質，甚至蒸出嚟之後個賣相仲靚過新鮮做嘅？呢個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化學元素表問題。一隻普通嘅蝦餃，如果我哋自己喺屋企做，材料好簡單，不外乎係鮮蝦、肥豬肉、筍絲，外皮就用澄麵同生粉，放喺雪櫃冰格，頂多1-2個月，個皮就會開始裂，蝦肉亦都會失去水分，變得又霉又韌。但工廠做嘅薑絲點心要應付長年累月嘅儲存同運輸，佢哋就必須要依賴大量嘅食品添加劑。首先，
為咗令到個點心皮望落去晶瑩剔透，而且擺幾年都唔會乾裂，唔會黏底，佢哋會加入大量嘅修飾澱粉、複合磷酸鹽同埋乳化劑。呢啲化學物質可以緊緊咁鎖住水分，令到個皮無論經歷過多少次嘅解凍同再冷凍，依然保持彈性。再講到入面嘅肉餡，無論係豬肉定係牛肉，擺得久咗一定會有股雪藏嘅味同油蝦味。為咗掩蓋呢股死氣沉沉嘅味道，製造商就會大劑量咁倒入谷氨酸鈉，即係我哋平時講嘅味精，仲有情味核酸二鈉、各種類型嘅肉類香精同埋牛肉膏。呢啲添加劑嘅威力大到，可以將一堆放咗好耐，已經完全冇肉味嘅柴肉，偽裝成充滿肉香、鮮甜多汁嘅極品肉餡。更加令人擔心嘅係防腐劑嘅濫用。為咗確保呢啲點心喺漫長嘅供應鏈入面絕對唔會發霉，一啲法規邊緣嘅防腐劑或者過量添加嘅情況屢見不鮮。當你每咬一口燒賣，你其實就同時吞緊脫氫乙酸鈉、山梨酸鉀呢啲化學名詞落肚。長期咁食呢啲充滿化學元素表嘅食物，對我哋嘅肝臟、腎臟會造成幾大嘅負擔，真係諗下都覺得恐怖。好多開酒樓嘅業內人士其實都心知肚明，但點解大家明知預製菜唔健康，仲要前赴後繼咁去用？歸根究底，全部都係因為一個錢字。依家做餐飲，面臨緊三大高山，就係租金貴、人工貴、食材成本高。特別係喺大灣區嘅核心城市，一個傳統嘅點心大師傅，月薪冇1萬幾千甚至2、3萬伙食費，根本請唔到人。而且一個師傅一條心，每日手工做嘅點心數量始終有限。如果一間酒樓全部堅持手工即做，佢就需要一個好大嘅點心廚房，裏面要擺滿各式各樣嘅設備，仲要請一成群嘅小工幫手切嘢、包裝。咁樣一來，廚房佔用咗鋪頭好多面積，可以擺台請客嘅地方就變少咗，營運成本直線攀升。相反，如果轉用薑絲預製點心，成個遊戲規則就完全改變咗。酒樓老闆只需要請1、2個普通嘅廚房雜工，人工平一大截，廚房面積可以縮減到極少，擺多10張台賺錢。最緊要嘅係預製點心嘅批發價平到你無法想象，一籠喺出面賣30幾40蚊港幣嘅豉汁排骨，佢嘅預製菜批發成本可能只需要3、4蚊人民幣。呢種暴利，試問邊個老闆忍到手？喺呢種劣幣驅逐良幣嘅環境之下，堅持手工做點心嘅老茶樓一間一間咁被逼到走投無路，而引入大量高科技薑絲點心嘅連鎖餐飲就賺到盆滿缽滿。去到最後，受害嘅永遠都係我哋呢班俾咗正價卻吞緊化學急凍包嘅普通消費者。面對呢種亂象，作為嶺南飲食文化大本營嘅廣州，終於出手啦！廣州最新出台嘅法規，可以話係直擊預製菜行業嘅七寸。新規定入面最震撼嘅一條，就係強制要求所有餐飲商家，無論你係高檔酒樓、茶居，定係街邊嘅快餐店，只要你有使用預製菜或者預製點心，就必須喺菜單上或者喺鋪頭嘅顯眼位置明確公示，清清楚楚咁話俾消費者聽，邊一樣菜式係預製嘅。而且新政仲建立咗一套極之嚴格嘅追溯系統，嚴厲嚴打那些沒有生產資質、衛生條件惡劣嘅黑作坊，更加重點打擊將過期、長期囤積嘅急凍食材改標籤變成薑絲預製菜嘅違法行為。如果被查到隱瞞唔報或者使用劣質薑絲肉，面臨嘅將會係天文數字嘅罰款，甚至會被直接吊銷營業執照，被逼關門大吉。呢個新規一出，大灣區嘅餐飲業即刻哀鴻遍野，好多平時靠包裝預製點心充當手工貨嘅酒樓，紛紛叫苦連天，因為佢哋知道，一旦將本鋪點心傳為預製急凍貨呢8個字寫喺菜單上面，挑剔嘅廣東食客同埋香港遊客絕對會用腳投票，即刻轉身走人。講到呢度，可能好多經常去深圳、廣州玩，或者喺香港本地飲茶嘅街飯會問，既然新政啱啱推行，成個市場仲有咁多灰色地帶，我哋平時出去飲茶，到底點樣可以自保？點樣先可以避免自己同屋企人食到呢啲不健康嘅薑絲點心？
唔使驚，今日我就特意請教咗幾位喺行內做咗超過30年，經歷過傳統茶樓興衰嘅點心老行尊。佢哋私底下透露咗3招秘訣，只要你學識呢3招，下次去飲茶，你只需要用眼望一望，用筷子夾一夾，入口試一試，就可以瞬間化身成為內行大師，將那些化學僵屍點心打回原形。首先，我哋嚟講第一招，行內人叫觀其形，拆其皮。呢招最啱用嚟分辨蝦餃同埋燒賣呢類最經典嘅蒸點。手工做嘅點心，因為係人手逐個包出嚟嘅，就算大師傅嘅手藝幾咁爐火純青，世界上都絕對無可能包出2個一模一樣嘅蝦餃。你仔細去觀察，手工蝦餃嘅折紋會有疏有密，有高有低，每一個嘅形狀都會有少少微妙嘅差別。而且新鮮手工包嘅蝦餃皮蒸好之後係呈現一種自然嘅半透明狀態，帶有一點點麵粉嘅柔和光澤。相反，如果是一籠工廠機械生產嘅預製僵屍蝦餃，你放眼望過去，個視覺震撼感係完全唔同嘅。個籠入面嘅4隻蝦餃，大細、形狀、弧度，甚至連個皮上面嘅折紋數量同埋間距，都係精準到好似用尺量過咁。最重要嘅係佢個皮，因為加咗好多化學修飾澱粉同埋鎖水劑，佢嘅透明度會高得好唔自然，望落去好似一層膠膜咁，甚至帶有一種擦亮嘅反光。如果你見到一籠點心完美到好似藝術品咁，完全冇任何不規則嘅人手痕跡，咁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佢9成9係工廠倒模出嚟嘅僵屍貨。跟住落嚟第2招，叫做筷子試彈性，看汁水。呢招對於排骨、鳳爪同牛肉球呢類肉質點心特別有效。當一籠試汁排骨或者醬汁鳳爪蒸好端上台嘅時候，你唔好急住放入口，先用筷子去夾一夾佢。新鮮手工做即包即蒸嘅排骨，因為肉質本身嘅纖維冇受到破壞，你用筷子夾落去，會感覺到肉質係帶有自然嘅彈性同硬度，而且盤底嘅汁水應該係澄清、清澈嘅，帶有淡淡嘅肉油香。但如果是擺咗好耐嘅僵屍預製排骨，情況就完全相反。因為呢啲排骨經過長年累月嘅超低溫冷凍，肉類嘅細胞壁一早已經被冰晶刺破，入面嘅水分同鮮味物質流失殆盡。工廠為了令到佢口感腍滑，會加入大量嘅嫩肉粉同埋補水劑。你用筷子一夾，會發現個肉質軟綿綿到一種不正常嘅地步，完全無骨氣，甚至有種爛溶溶嘅感覺。再望下個盤底，啲汁水往往係非常之粘稠起糊嘅，呢個就是因為添加咗過多嘅生粉、增稠劑以及肉類長時間冷凍後滲出嘅組織液混合而成嘅產物，望落去混濁不清。同樣道理，牛肉球如果新鮮做，入面加了陳皮同馬蹄，夾落去係鬆軟中帶有彈牙嘅感覺。而僵屍牛肉球因為加了過量嘅複合磷酸鹽來死鎖住水分，夾落去就同一個橡膠彈彈波冇咩分別，硬邦邦嘅，咬開入面嘅肉質結構密實到好似食緊塑膠。最後第3招，亦都係最致命、最無得騙人嘅一招，叫做舌尖辨真味，回味式化學。當你將點心送入口嗰一刻，你嘅味蕾其實就是最精準嘅化驗儀器。新鮮、無過度添加嘅點心，佢嘅味道層次係好分明、好自然嘅。蝦餃食到嘅係鮮蝦嘅清甜同筍絲嘅爽脆，燒賣食到的是鮮豬肉嘅肉汁同埋香菇嘅幽香。最重要嘅係，你吞完之後，個喉嚨係舒服嘅，唔會覺得乾涸。但僵屍點心因為主要靠化學元素表來支撐味道，它給予你味蕾嘅刺激係一種好霸道、好單一嘅科技爆發力。你一入口，哇，覺得好鮮、好香、好濃味。但呢種鮮味往往只停留在表面，你嚼多2下，就會發現入面嘅肉其實是無任何肉本味嘅，味同嚼蠟。而當你吞落肚之後，大概過咗10分鐘，呢啲化學添加劑嘅後勁就會上嚟，你會開始覺得條脷好麻、好乾，個喉嚨好似有一把火喺度燒緊咁。無論你飲幾多杯普洱或者鐵觀音，都好難消解呢種口乾舌燥嘅感覺。呢個就是典型嘅過量食用味精、肉類香精同埋化學防腐劑嘅身體排毒反應。
講到呢度，大家開咗眼界未？其實廣州今次出重拳嚴打僵屍預製菜，對我哋所有鍾意嶺南美食嘅人來講，絕對是一件天大嘅好事。飲食文化嘅傳承，靠嘅唔係工廠冷冰冰嘅高科技流水線，而係一代又一代點心師傅用雙手傳遞嘅溫度，係對食材新鮮度嘅固執堅持。我哋唔反對科技進步，亦都明白預製菜喺現代快節奏生活中有佢存在嘅價值。但如果餐飲商家為咗一己私利，用那些放咗幾年、充滿化學元素表嘅僵屍點心來冒充新鮮手工貨，甚至危害消費者嘅健康，咁就絕對超越咗我哋嘅底線。希望今次廣州嘅新規定可以好似一陣清風咁，吹散整個大灣區餐飲業上空嘅化學迷霧。而我哋呢班街坊，下次去飲茶嘅時候，記得用今日學到嘅呢3招，好好保護自己同屋企人個肚。畢竟人生在世，食得健康，食得安心，先至係最大嘅福氣。你最近出街食飯，有冇發覺以前開到周圍都係，總有一間喺左近嘅港式茶餐廳，好似突然之間少咗好多，甚至連啲開咗幾十年、大名鼎鼎嘅連鎖巨頭，依家都一間一間咁默默仔拉閘頂唔順。我同你講，依家香港茶餐廳嘅處境真係慘到你唔敢睇，有啲地區嘅生意額簡直係大跌咗成70%咁多，好多地方都陸續執笠，甚至有啲老闆私底下透露話已經行到去就快破產嘅邊緣。成個行業就好似面臨緊一個時代嘅終結，令人不禁要問：我哋由細食到大嘅港式茶餐廳，今次係咪真係玩完啦？講起港式茶餐廳嘅衰落，最具有代表性、最令人唏噓嘅，就一定要數翠華茶餐廳啦。如果將時間倒流返去10幾20年前，即係大約喺2000幾年、2010幾年嗰陣，翠華可以話係香港味道嘅金字招牌，直情係潮流嘅象徵。當年佢喺中環威靈頓街嗰間旗艦店開足24小時，每逢狂歡完嘅禮拜5、禮拜6深夜，門口一定大排長龍，入面坐滿晒明星、名流同埋啱啱喺蘭桂坊蒲完嘅年輕人。嗰個年代，去翠華食個奶油豬，飲杯絲襪奶茶，係一件好型、好有本地文化情懷嘅事。翠華甚至喺2012年嗰陣成功上市，成為全香港第一間上市嘅茶餐廳集團，風頭一時無兩，最高峰時期市值過100億，簡直係創造咗一個飲食界嘅神話。但係你睇下依家，今時今日嘅翠華變成點？自從經歷咗呢幾年嘅考驗，加上社會環境同